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國宣道神學院嘅教務主任潘玉平博士。隨住時代嘅轉變，而家好多弟兄姊妹咧都想有系統咁接受神學訓練，但係咧又未能夠全時間進入神學院進修喎。所以咧，中宣推出咗部分時間嘅基督教研究學士同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，俾可以咧以部分時間模式學習嘅弟兄姊妹修讀嘅。例如喺教會或者機構服侍嘅同工啦，或者係有彈性工作時間嘅弟兄姊妹，或者係退休後咧希望進修嘅肢體，都適合咧修讀以上嘅課程。中宣開辦嘅基督教研究學士及碩士課程咧有以下嘅特色：中宣重視宣道使命，幫助弟兄姊妹回應從上帝而嚟嘅召命。我哋亦都重視靈命培育，因為靈命培育同使命實踐呢係兩個中宣非常重視嘅訓練元素。一方面，我哋不單提供一個有系統嘅神學訓練，同時我哋都提供選修科目嘅彈性，弟兄姊妹可以按興趣選讀相關嘅科目，而且修讀嘅弟兄姊妹可以與全日制嘅神學生一齊上課，可以參與學院嘅組會、祈禱會及其他活動，經歷群體生活嘅塑造，融入神學生生活。入學要求又係點呢？我哋分別開辦學士同碩士學位。中學畢業可以申請基督教研究學士，大學畢業則可以申請報讀基督教研究碩士。我哋亦都接受副學士同埋高級文憑畢業嘅弟兄姊妹申請報讀嘅。大家可以從熒光幕睇見詳細嘅入學要求。究竟基督教研究學士同埋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係讀啲咩嘅呢？上課時間同埋地點又係點呢？呢兩個課程嘅內容包括咗4大範疇，有聖經研究、神學歷史、靈命培育同埋實踐神學。詳情嘅內容呢，你可以喺中國宣道神學院嘅網站睇到。至於上課地點，主要喺中宣嘅校園或者喺九龍區鄰近地鐵站嘅地方上課。至於修讀嘅方式，同學可以選讀日間開辦嘅科目，我哋晚間亦都有提供部分科目咧可供選修。報名方法好簡單，大家可以上中宣嘅網站下載報名表格，連同相關嘅文件，郵寄返嚟中宣教務部就可以㗎啦。呢個課程嘅收費，大家可以喺熒光幕睇到。為咗支持教會及福音機構同工報讀，我哋提供首4科半價嘅學費優惠。修讀基督教研究學士或者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嘅弟兄姊妹，如果清楚蒙召，可以銜接本院嘅神學學士同埋道學碩士，又或者其他相關嘅課程。如果有問題想查詢，歡迎你同我哋聯絡。盼望呢個課程能夠成為你信仰成長路上嘅祝福。